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业牧师。9月20，确实爱人。哥林多后书1章23节到2章11节，其中第2章第7跟第8节这样说：你们应该宽恕他，劝慰他，免得他过分伤心而绝望。所以我劝你们让他知道你们确实爱他。那么我们可以猜到这段经文大概会是说，犯错的人会是那些哥林多教会被保罗所指责那个行为是不好的，特别是可能是论断批评就是那些说假的事情的。在我们昨天的经文有看到哥林多的教会其实是一个分裂的教会有一部分的人抵挡保罗呢那保罗面对如此多的抵挡，他一方面呢责备这些抵挡他的人，同时其实他也很关心哥林多教会，所以就写信给他们。哥林多教会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我们从前书其实就知道他其实要他们去处理很多事情我们大概前2个月有说到，那他们当然呢就也不会很愉快，被骂哪有人是愉快的，当然有时候还会是忧愁的甚至于就是在这当中呢，在前书跟今天读的哥林多后书当中我们从这个些的经文里面大概可以猜到还有一封只是到现在这封信其实是失传了。这封信应该是很严厉的信，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而要这个教会去执行纪律如果教会真的照这样做，那代表他们是顺服保罗的所以就在这个第9节就有说到，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那么可见这个信呢，保罗写得很严厉，其实他内心是很难过的啦我们看到经文他说，我先前心里其实是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要叫你们忧愁我自己也难过这个其实我们当父母的，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乎一个人的时候，看到他走偏了，看到他走错的，当我们是因为在乎而我们提出来来规劝甚至于就是用爱的管教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是也是难过的所以这个保罗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呢就是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说，保罗有使徒的权柄，但是运用权柄不是要来辖制人，而是我们帮助大家可以恢复不在罪恶当中大家都能够走在正路上面我们心里这个才能够真正的喜乐跟愉快所以另外呢，就是说保罗要教会很正视那个犯罪的人处理的是罪而不是这个人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不犯罪的当然我们在教会里面讲爱之外我们不是没有对错不是大家客气来客气去，然后内心不高兴，而是我们真的在真理里面，我们彼此把话来说清楚辩直我们呢把应该归回挽回对方我们不是来羞辱毁灭对方不是我们只要是能够愿意悔改，不过分我们绝对不要是责骂不停的让对方陷入在那痛苦当中。所以保罗再次在2章说，我们不要让这个人真的是那个忧愁因为忧愁是魔鬼的诡计我们是对叫人忧愁的人，我们是要赦免的因为赦免的原因是在于第10节11节这样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这个保罗说得很清楚，饶恕是免得撒旦胜过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段的经文是何等提醒我们
赦免是让我们个人以及我们群体不被这个撒旦所胜过，而使我们的主可以得胜。我们赦免是让我们靠着主，让我们可以合一，因着主的爱，我们夸胜，我们向这个撒旦来夸胜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有许多的事情我们很难赦免，我们很难饶恕，因为那个伤在啊，我们可能被羞辱，我们可能被践踏，我们可能被背叛。你会说，牧师，又不是你怎么能够活生生的叫我能够就赦免呢，饶恕呢？我没有办法，你是等于叫我二度伤害。亲爱弟兄姐妹，是撒旦就是要我们有这种心。愿我们真实坦诚，打开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不能，真的要饶恕一个人不可能，但是我们靠着神，主啊，你帮助我，让我看见原来我也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主，你帮助我，让我能够在爱里面可以彼此饶恕，可以彼此相爱，因为主，你先爱我们，你先饶恕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饶恕我们的主，你满有爱，因着你的爱充满我，使我能够得着医治，从过去的伤害中走过来。谢谢你饶恕我，以致我才能够愿意去宽恕别人。但是你知道，我的能力真的不够，我软弱，恳求你用你的爱帮助我，帮助我去饶恕人，去爱人。谢谢你使我们胜过撒旦，使我们得胜有余。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你，今天满有主的爱，今天我们过得得胜的生活，我们胜过那个撒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以及给我们5星级的鼓励跟好评。我们下次见。